李武来只开篇是李武，一般对李武这个人呢比较陌生，其实江楚真倒熟悉的。伊平台有只非常有名的开篇《半月丫头》，讲调，那是总归熟悉过了。讲调半月丫头。半月丫头里向呢，林黛玉有句唱词：“儿莎莎待我不该应。”啊对。儿莎莎待我不该应。今朝里的样样侪会唱的。那么唱词里向个儿莎莎呢，侪是王熙凤。那么有只女莎莎嘛，被于大莎莎的咯。对了。那这个李纨呢，谁是大莎莎？李纨结婚1年，丈夫贾珠就过世了。没可个哩。她很年轻就守了寡。幸亏有个遗腹子贾兰。贾兰。后来和宝玉一起得中功名，看起来李纨也算是出了头。可实际上半生寂寞，她是个封建礼教的殉葬品。对的，的确是这个。那么这只开篇呢，由尹义春用20岁的年代演唱，你唱起来呢，吐字清晰，飘逸潇洒。好，现在就请听尹义春演唱的《李纨》，伴奏是潘一林。温良一所美如酒，他会水神龙一生将手一心切切，私语的水哈应哟，十指弯。终身下靠身上去，水流下大理成风节子，好儿本一生他应，凄凄风雨却到就水泉有沾须的气，经历恩的梦里哟，你傻瓜居当继承，这个黑心是口否一能言动感莫否真脚，心事是会不在手。
两里不追家务事，这其他新人总为水梦就。兵士人居中心福，今日最来的大鼓有谁用难得下眉头？今日两人因为比，想上月一心书，相对突然一阵双风不良，身受疾。只得闭门家子多艰受。娇儿啊，待我你实在云川口，一家的双友，只因对上的经营也仅有，为何小路高等雨老手，终日他是披风袄，带子骨，真的不生什么累水兵们，花水空相惜，累得血命一万手送来么真几杯饭。泪就应是口风一怒，人工干木风真脚。会不再受，两里不追家务事，这其他新人总为水梦就。兵士人居中心福，今日最来的大鼓有谁用难得下眉头？
人因为比，想想上月一心书，相对突然一阵双风不良，身受疾。只得闭门家子多艰受。娇儿啊，待我你实在云川口，一家的双友，只因对上的经营也仅有，为何小路高等与老手。礼物来只开篇是礼物，一般对礼物这个人呢比较陌生。其实刚出正大熟悉的，你平台有只非常有名的开篇《半月丫头》，降调，那是中国熟悉过了。降调半月丫头。半月丫头里向呢，林黛玉有句唱词：“儿傻傻待我不该应。”儿傻傻待我不该应。今朝里的样样侪会唱的。那么唱词里向的儿傻傻呢，侪是王熙凤。那么有只女傻傻嘛，被于大傻傻的咯。对了。那这个李纨呢，侪是大傻傻。李纨结婚1年，丈夫贾珠就过世了。没哭个哩。她很年轻就守了寡。幸亏有个姨父子贾兰。贾兰。后来和宝玉一起得中功名，看起来李纨也算是出了头。可实际上半生寂寞，她是个封建礼教的殉葬品。对的，的确是这个。那么这只开篇呢，由尹义春用20岁的年代演唱，你唱起来呢，吐字清晰，飘逸潇洒。好，现在就请听尹义春演唱的《礼物》，伴奏是潘一林。温良一所美如酒，他愧谁神龙一生经受一心凄凄，死于的水下应有，十指弯。终身相靠身上去，水流下大理成风结子，
一声他应，凄凄风雨却都就。水泉有沾须的气，见里恩里梦里有。你杀瓜居当继承，这个黑色温良。一说每日酒，他会水神龙一神火，将手一心切切，私语的水哈应有，十指弯。众生相看身上去，水两下大理成风节子，双风不凉。伸手机，只得闭门家子多艰受。家儿啊，对你实在云川口，一家的双友，只因对上的经营也仅有，为何下落高等雨楼走，终日他是配风安，对之故，真的不生什么累意。心事是会不再受，两里不追家务事，这其他新人终于睡梦就
福。今日这来的大姑有谁用难得下眉头？今日两人因为比，想上月一心书，相对突然一阵礼物来只开篇是礼物，一般对礼物这个人呢比较陌生。其实讲出真大熟悉的，你平台有只非常有名的开篇《半月丫头》，降调，那是中国熟悉的了。降调半月丫头。半月丫头里向呢，林黛玉有句唱词：“儿莎莎待我不该应。”对。儿莎莎待我不该应。今朝里的样样侪会唱的。那么唱词里向的儿莎莎呢，就是王熙凤。那么有只女莎莎嘛，对于大莎莎的咯。对了。那这个李纨呢，就是大莎莎。李纨结婚1年，丈夫贾珠就过世了。没哭个哩。她很年轻就守了寡。幸亏有个姨父子贾兰。贾兰。后来和宝玉一起得中功名，看起来李纨也算是出了头，可实际上半生寂寞，她是个封建礼教的殉葬品。对的，的确是这个。那么这张开篇呢，由尹义春用20岁的年代演唱，你唱起来呢，透视天色，飘逸潇洒。好，现在就请听尹义春演唱的《礼物》，伴奏是潘一林。一声他应，凄凄风雨却到就谁劝占须的气，经历恩灵梦里有。你杀寡居当继承，这个黑心是口否一能言动干莫否